太元素 RX 真人 CS， 成都梁家巷的一家真人 CS， 我住温江，温江国色天香有一家真人 CS 是打激光的，但是这家不是，这家是打水宝宝的，更刺激，就是差不多20年前的仿真气弹枪嘛，这种是放电池，有震动，有后坐力，打出的水宝宝的枪呢，确实比激光的要有意思得多，不过呢，一定要穿的厚一点，水宝宝打到身上是有一点点疼的，穿着冬天的羽绒服就好很多。我们这场比较有君子约定，就只打有防护的躯干，没打肚脐下面3寸的要害，一定要戴护目镜和头盔。这种巷战很容易拐角遇到爱，就很刺激。还挺激烈的。